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川普游玩还阁有动作，一个新闻稿讲甲这个关税扣加245敢有影？2只大枪伫相拍，唔通伤害阮细汉的东南亚。但是看办事只敢若会使选一个来挖。中国是笨高笨粗，也是小样咧阻挡。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原地大學 EMBA 教授高先生。大家平安，大家安安。第三位，資深媒體人蔡玉珍。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亞太香港總會執行長邱達成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先來看這則新聞。別講昨仔說明講，因為中國採取了關稅報復行動，中國的進口關稅部分商品上關245%。中國外交部呼籲美國趕緊停止着施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邊佇咧馬來西亞出訪的時陣，話講要推動全球南方共同發展。要來抵制着美國亂扣關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東南亞訪問行程第2站到馬來西亞16分別起，最高元首伊普拉辛加首相安華。習近平發聲推動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共同發展，呼籲用開放包容團結合作，抵制脫鈎斷鏈，倡議高牆抑個亂扣關稅，共同抵禦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暗流，突破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逆流，保護好亞洲家園的美好發展前景。美中關稅戰爭漸漸升級，美國白宮喺台灣時間10日上新聲明指出，面對中國關稅報復行動，會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為145%，相關提懸到245%。佢表示，正話求喺中國手頭面對關稅協商，應該由中國主動向美國協商。They need our money. So the president, again,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s open to a deal with China, but China needs to make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華爾街日報》分析，川普政府計劃利用關稅談判向美國報銷優化施壓，要求因限制甲中國嘅貿易來往，並且國家佇經濟孤立中國，來換取美國政府取消對因施加嘅貿易甲關稅壁壘。川普政府認為，這種方式影響咗北京佇未來美中談判時陣嘅條件。中國外交部昨日強調，這場關稅戰爭是美方發起，中國採取必要嘅反制措施。關稅戰、貿易戰沒有贏家，中方不願打，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真的想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就應該停止極限施壓那一套。中國10月下令中國航空公司暫停接收美國嘅波音飛機，也停止向美國企業採購政府飛行機相關設備甲零件。波音公司估計安尼落波超過2%。美國也將限制回答甲超備嘅出口晶片到中國，和這兩間公司嘅估計連續2次淡薄。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昨日喺演講當中警告，川普最近推動嘅關稅政策可能推升通膨，拖累經濟成長，和聯準會地維持高利率來穩定物價，或者是降低利率來刺激成中甲就業嘅相同政策目標之間面臨艱難嘅選擇。公視新聞鄭偉珍報道。咱睇看這個新聞段吼，你唔通感覺講啊，這老新聞，其實吼，這慢慢啊攏有一寡進展。除了吼扣關稅扣到245%以外，你有聽過這個中國嘅發言人其實講話拖愈來愈白，愈來愈白，吼，也是講可能連談判機會都無。這一種，無一方面，習近平未走去東南亞，煞來先去越南。咱睇看到新聞段是佇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發表了這個強強聲明哦。我就要來先請教線頂的邱老師。邱老師，你認為吼，這東南亞這3國，敢有可能
徛在习近平这边，真明白讲袂使，我要甲你斗阵来对抗美国，因这三个细汉的感觉。好，其实吼，这三个国家拢是 RCEP 的成员啦吼。那除了 RCEP 了之外，伊嘛这个东协吼，东南亚国协+1的加中国自贸协定吼。啊，所以讲因本来因这个彼此的这个贸易的足频繁的吼。那但是咧，我感觉这个三个国家都拢已经去摕号码牌，要甲这个川普团队谈判吼。那即马我进前吼，捌去东南亚啦，我去了解，就是因大部分即马东南亚国家无想要结识到这个中国还是美国啦，就是想要讲看会当两边讨好安尼吼，也就是两不得罪啦吼，所以讲这个表面上的可能甲中国发表这个声言，我感觉这其实因就是有自贸协定，嘛有官方的这个外交关系啊，但是咧最主要就是讲即马东亚的这个贸易拢是中间在的贸易那最主要这中间在，伊即马要在世界上要找一个这个终端财货最终财货 final goods 安尼像美国这么大的市场，抑阁是真困难这个真困难。所以讲我即马初步我咧想，这就是表面因爱做一个互伊面水互伊面子因为咧中国习近平已经来登门拜访想我嘛爱啉一个茶那这个当然是也是要招待一下啦，也是要给面子，这是一定要的啦但是咧这个其实这三个国家都拢已经排队即马要甲这个川普团队来谈判啦所以讲这个时间我咧想最主要也是以美国过来的这个意见为主啦那美国伊还阁一招袂上出来，就是咱今仔上新的消息嘛，这个2级关税这个2级关税那落来了后我过来感觉咱就爱观察讲这个东南亚这个国家要安怎配合啦因为因这东南亚国家甲中国拢有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嘛你即马譬如讲要叫伊安尼将这个关税拉高，围堵中国供应链去中化这到时要安怎，技术要安怎搬这我感觉这就是值得咱密切关注。是柯老师咱也知影越南其实伊是头一个先反背伊这个老大哥想要甲你扣这钢铁我就甲你扣关税这应该这三个国有小可差别啦，一老大的、老二的、老细的但是因拢是去美国扣45%、49%、24%呢这个尤其马来西亚是较少24%，所以马来西亚是毋是较有可能讲用防因为安尼？你的判断呢？我的判断其实伊即马即东南亚即个国家川普毋是正经要甲课税。因是我互这个国家替中国生产地啦，那这个安尼即马安尼保卫起来，尤其是这个越南，伊会先扣遮尔悬，因为越南伊是这个算讲这个东协这个枢纽，伊的这个 FTA 的这个覆盖率有特别悬那过去其实足济，咱看川普1.0的时阵这个美国甲中国进口减少，但是对越南进口就加出来，到尾去注意去看这个对越南进口的产品，足侪敢若有这个中国制造的疑虑啦，所以讲这边用这个较悬的关税甲挡掉的我是感觉讲，伊即马迄个宣布了，马上给90天的这个缓冲就是要互你先知影疼因为这个4月2号宣布甲4月9号这个期间，其实这国家所有的这个股市甲汇市拢是真惨先互你感觉讲你看，你若正经实施落，你是过来的冲击是愈来愈大所以讲，即马这个国家你甲美国谈判的时候，你才会真诚才会这个说到做到，因为这个川普1.0的时候，足侪国家讲的，足侪企业讲的，根本拢无做嘛，对无？伊这边就是讲先互你感觉讲你今这个严重性，过来你甲我谈判的时候你才会拿出真的东西，
是，柯老师，你先咱们线顶稍等吼，咱来听另外在病内3位咱的专家学者吼，咱同事来讲，咱再来回应吼。王老师吼，在你的判断，你感觉马来西亚因为吼越南咱已经知影讲，伊这可能无一定会听中国的话，啊，Cambodia 吼，柬埔寨可能伤细，有也无可能无关乎大局。那马来西亚呢？你感觉？我觉得马来西亚事实上，它对等关税宣布之后，他就先跟东协的4个国家说要联合去谈判，就包含越南。哦，那可是越南先偷跑了，所以后来虽然过性命了。后来我们查了很久，大概查1个礼拜，在一则很小的一个新闻标题都不是，可是在很小的段落发现马来西亚有去谈判。所以他有去挂号，他也去挂号了。可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或是周边可能是一个幌子，事实上同时间，中国的商务部长跑去中东，还有去南非哦，然后呢，标题就写的共同商议面对川普的关税。哦，所以伊个全球南方不是假的哦。所以习近平去周边，然后商务部长有去到其他地方去巩固。那昨天最新的新闻嘛，他们的贸易代表换人了，换成叫做李成刚。我们去调一下他的背景，他是留德的，然后是专门在法条司待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觉得后续他可能换这个贸易代表不是跟美国谈判的，因为他留德。哦，是要来跟这挂小朋友，欧盟、跟欧盟，去做谈判，然后去结成一个反美的大联盟。哦，这就是自来中国共产党的手法哈，联合主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哦，那郭老师你安怎看呢？其实吼，这摆习近平出访吼，伊有足大的压力啦。哦，我相信是来自因共产党来战的这个压力啦。因若这摆出去拢无成绩，我看转去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主席都唔是习近平。再见伊妈是吗？嘿，有可能啊，有这个可能啊，即马才惨着。吼啊，这个马来西亚吼，你家看，伊即马咱拄啊讲这3个国家嘛吼。这个柬埔寨啊，吼啊加这个越南吼，拢啊算是共产国家，但是唯一唔是共产国家是马来西亚，吼。但是马来西亚本身伊阁是这个大英国协啊，吼，咱讲 Commonwealth， 吼 ，Commonwealth 内底一个国家，就意思来讲，这个吼，以英国的联盟的这个国家吼，所以大部分这英国联盟的国家拢偏向美国才对啦，吼啊，所以这摆这个马来西亚伊会发这个共同声明啦吼，我你甲看啦吼，这可能爱去甲追查一下，因为吼，这中共因有这款的手法，就是明明无安尼讲，但是伊就准备一套啊，互你当面互你吞落去安尼吼，这是有这个可能吼。啊，另外咧。这个咱拄啊讲到这个全球南方啦吼，咱嘛比较一个一带一路嘛吼。这一带一路本来就是这个中国啦，你输出因这个过量的这个钢铁一个手法啦，吼，就是伊即马就单品嘛，甲这生产出来钢铁拢销去这技术啊，甲你起厝啊，甲你起路啊。嘿，但是呢，你家看，这个国家最后拢安那变做这个负债啦，吼，负债这限制啦。啊，这全球南方嘛，吼，全球南方嘛是想要搁用这套搁来练一摆，吼，去伊个中国的产能。大家会记的吼，马来西亚互中国骗一摆，吼，这个高铁啦，吼，因为讲中国要甲起高铁，哇，真欢迎，真欢迎。结果去到一半，煞发现唔是这回事啦。伊要叫马来西亚搁摕唔知几千亿美金出来贴嘛。结果唔知讲伊一个马来西亚的前总统就随甲撤档嘛，讲安尼阮袂搁继续去啊。吼，所以马来西亚我同意啦吼，就是因这个 RCEP 国家吼。
有这个吼东协国家印嘛吼，内底中国内底是上大国嘛，市场嘛上大的市场嘛，所以因这个马来这个东南亚的国家上。 咱安尼想嘛，因嘛是看到中国的市场，看会使开放互因哦，吼会使为中国这吼来摕一寡好处哦，吼，所以我相信呐，吼，就是讲这两边拢要交好的这个状况一定有，但是咧，这个我看落讲，这全球的压力下啦，吼，马来西亚应该是无至于这导向了共产主义这边啦，但是。 就相论相，我们请教有经济啊，吼。美国之所以会当安尼武当武西，就亲像他古老师讲，就是讲 ，You want our money， 吼，你爱阮的钱，啊，而且阮拢会消费。对啊。啊，但是这东南亚这几国啊，是望中国什么物件？中间财吗？还是讲望讲中国来个消费呢？ 啊，伊是咧啥物？其实过去吼，即个一带一路吼，中国是足侪预算，足侪资金吼，去到东南亚这个国家。哦，比如讲，你看泰国迄倒去迄个大楼，嘛是因去起的吼。啊，对。柬埔寨吼，柬埔寨搁愈济吼，缅甸这个国家，其实中国过去吼，去甲因铺桥做路做这个铁路啥这个代志，其实因拢有咧做，但是尾啊拢是变成这个烂摊子吼。所以拄啊高老师有讲，就是一带一路这所有捞出来这个空伤济，所以这边才会影响到习近平要去到东南亚，伊讲吼要建立这个亚洲家园吼，大家拢是亚洲的一个伙伴吼，所以我才会出来遮。但是伊这边第一站去到越南吼。 听讲啦，过去越南的这个总理吼，看到习近平奉上来啊，就是对伊非常的尊重。但是这边吼，对伊介冷淡吼，因为这个国家越南就是顶第一层吼，拄到的时阵，伊就感觉讲，我这边美国甲中国两边拢咧冤家吼，两个老大乌道老大伫遐咧画，伫遐咧抢，我即摆徛对一边拢唔对。 上好吼，恁伫遐画来画去，你看啊，中共的发言人讲，要谈判，大家就坐落来讲，吼，要谈还是唔谈？所以这个动作，包括习近平这边去东南亚这个国家，其实拢是因为遐咧冤家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吼，中国认为讲我要救我的人，美国伊嘛咧救伊的人，因为伊川普这边这个关税。 拍落去了，4月初2拍落去了，75个国家拢去遐挂牌吊讲，我要对一个顺，就是我要安怎讲吼，对无？所以越南即马嘛唔敢，马来西亚嘛唔敢，因为因若对中国表示好的态度，因的即个75个国家的排除一定是抽出来放下壁，吼，抽出来放下壁对伊就足痛苦的。所以台湾这边足侪人讲，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 第一，咱无采取报复，吼，然后第二咧，就是其实拢是较支持美国，吼，所以足侪全世界东南亚习近平会去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想要救，但是因嘛会惊，因会惊，即马拢表示这个较模糊的中间地带。日本嘛是共款呐，韩国即马因为弱势总统嘛，尹锡悦无权力嘛，所以你有看这边。 其实中国上届主要是要救日本、救中国，尤其是高科技半导体，中国跟韩国啊，日本跟韩国，所以伊本来想讲日本、韩国我救掉咧，东南亚这个国家我搁出面亲身去行一遍。所以他新闻大讲亚洲。对，所以伊讲伊要建立的是亚洲的家园，亚洲的家园的老大的是我中国吼，所以伊希望要安尼做，但是这个国家大家拢错咧等，大家这边也唔敢话，迄边咧。 咱来谈判吼，谈判甲看咱当时你会当开放，所以问题大家拢咧拖，所以我顶面就讲，川普百日进前啦吼，伊坐任百日进前，伊若抑阁无在调解决即个问题，就是伊到底要伊即边的第一天4月初2开始，所有的战争拢是针对中国，即马伊要参中国安怎讲？即马两个人拢咧等讲，要安怎讲？你先讲。 啊，无你啊，敲电话，你先讲，两个拢伫遐咧电话，
相冻较久，吼，所以你看即马不管是125%的关税，还是245%的关税，拢是因为美国、中国伫遐咧相战，所以你看，包括 NVIDIA 吼 ，NVIDIA 伊嘛提供我55亿美金的即个亏损先预备伫遐。我家己嘿。嘿，伊家己承认吧，吼，所以即马全世界你看拢是安尼。这咱细汉时阵咧算迄个科技网吼，咧算迄个吹牛啊，我内面有偌侪牌吼。对。但是事实上，我听咱头下开讲的时阵，听讲中国的内部即马开始啊乱糟糟，啊真正咱来看吼，即个新闻吼，咧讲中国的广州有一间吼咧做即个。迄个 game 的游戏机的出的基带啦，出口的即个厂商伊就讲啊，已经有2成的美国强大已经互人通知讲暂停。那么即下要先找哦别国的市场，嘛希望讲啊，川普啊，你着赶紧哦改变主意，咱来看中国人在地安怎想。即间伫广州的爱斯托龙恒工厂伫生业的黄绿红涉水当中工作差不多150个员工，继续组装制造大型游戏机台。天3D 地堡包装以内处理笼，另外一区是业红的配线卡针，因为工作是专门散布欢乐，客户全球拢有，为别大细订单为5万到50万美金，结果将这机台设置进驻5路场，国务中心以内游戏区顶。不过，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关税政策一直向顶悬扣了后，伊的工作事业就开始是真艰苦。All of them are thinking in this way. President Trump is playing like kids. Maybe today they put such a high tariff. Maybe tomorrow he will cancel. 拢望川普改变想法，或者是讲其一寡好的想法，是甲员工苦中作乐的方式。大家伫讲生理的时阵，拢是乐观期待。另外一个是一个影响方式，就是去找美国以外客户。原本张品的订单有1/5销去美国，不过川普对中国输去美国进口产品加扣关税145%的时阵，伊的美国客户就来通知先暂停出货。My strategy is to focus on U.S. market, now move to maybe focus on other market, Mexico, Canada, or South America. 即马川普完全无要收缩，中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上悬提悬到245%。张品计划伫广东南部搁找一个所在起工厂，对川普捌提出的去美国设厂零关税。不过，伊无相信美国制造的效率会变到伊伫中国的运作。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咱睇看这广州这个头家吼，伊就想讲，伊我相信讲会按经营的遮歹。伊继续在中国咧开分厂，中国是有对有本，通安尼搁经落去，还是咧半路咧化声吼。咱看伊即头一季吼，2025 Q1 吼 GDP 增加5.4%啦吼。那当然啦，大家拢无啥相信讲中国的这数字啦吼。不过参考啦吼。但是要注意一下吼，伊失业率啊，青年的失业率吼。16.9，在2月底哦，大家爱记哦。因的大学生今年的毕业生，同届哦，差不多1300万人。吼，那差不多5月份、6月份就开始爱找头路。这会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吼产生一个挑战。我想要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是线顶的曲老师。曲老师吼，你认为？中国在目前为止吼，虽然伊的数字有当时你无一定会当相信吼，伊是有对头经落去，经甲美国讲好，我归去吼，我在国内我物资来控制，登去到即个毛泽东的时代，我来安尼创，甲你相战的，看谁会输？咱先来看中国的数据吼，其实除了这个第一季吼。去年伊的中国的经济成长吼 ，GDP 成长吼，差不多5%啊5%吼，但是咧对照伊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只有0.47%，所以你这就是有较矛盾，因为一般而言，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哈，就是通膨率啊，会有这个需求拉抬，哦，那
当你需求这么强 ，GDP 5%， 你为什么你反映在通膨是几乎是通缩的数字？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对伊的数据点啊怀疑啦，哦。啊，而且呢，我最近收到一个新的国际的预测吼，伊这个预测是踮咧4月15号公布的，哦，所以迄阵啊，哦，伊预测，因为预测你会提前做嘛，所以迄阵啊，伊这个关税还袂算到245%哦，哦，啊，伊这个预测就是今年中国的这个出口吼，会减少8%，哦。顶边中国出口减少8%是啥物时阵呢？是2009年，哦，全球金融海啸，冲击这个贸易出口管道的时阵，哦，那迄年呢，中国用啥物呢？中国是将伊的固定的投资呢，优几趴？优24%，哦，那因为伊就是过度的这个投资吼，所以讲到尾仔在，因为伊中国是安尼，中国伊的这个一寡财政的政策，其实拢互地方去做吼。那因为这边吼，你看2009年的时候，伊有24%外，所以讲到尾仔这个地方债的问题足严重，对无？今年呢，哦，根据预测呢，伊无法度救啊，因为伊即马就无枪支啊，没有子弹啦，吼。而且咱看啊，伊即马政策之一就是外销转内销，哦，啊，你问题你外销转内销，你爱有人买啊。咱头拄仔迄个影片，你看伊遐机台，哦，迄种英语呢，迄就是本来就毋是要做内销，要做外销的啦，对无？哦，啊，你所以讲伊其实中国伊即马可能嘛无爱承认，但是我感觉伊的经济真困难，而且哦，伊对即个外销对美国的市场吼。还有很高的一个依赖性。啊，咱来讲是安那习近平这么硬咧，也不惜任何代价。啊，为什么？因为这我之前有看到这个美国一个研究中国学者叫做 Gordon Chang， 哦，啊，伊就分析讲，习近平伊即摆无安尼袂使，伊若无安尼硬吼，其实伊国内吼，就像他拄啊葛老师有讲嘛吼，伊国内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统治权哦，可能就会不保啦。哦，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政治的这个生态，伊必须要安尼甲伊即摆甲美国安尼硬安尼。所以，柯老师，你基本上总体来看，你认为中国是无迄个本钱，佮继续凹落去？哦，我毋是安尼讲，因为最近嘛有一个分析讲，你有无看袂起中国人？中国人会当食草食一礼拜，哦，系啊，啊，美国的食无3天无通食饱，伊就挡袂掉。伊就挡袂掉。所以讲，看你对这边面向来看啦，因为讲，比如说，基本上2强，哦，这个美中2强，它在以里的对抗，哦，这个 hardship， 那谁的这个 endurance， 谁能够比较能够忍受这个我们说的 hardship， 哦，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哦，中国人伊忍受这个痛苦的这个过程，因靠耐性，啊，美国人就较无这个耐力，啊，这个耐 endurance。啊，所以讲从这个面向当然是无一定上赢啦。我毋是讲上有才调无才调，只是讲以中国目前的这个总体经济来看，吼，伊无法度搁像2009年安尼，吼，透过这个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固定投资优24%，哦，来这个抵消这个出口的萎缩。哦，柯老师，你在线顶稍等啊，我要请王老师啊继续来分析吼。伊头食草，规全国的人拢食草。咱到时阵搁成立这大陆财宝救济总会啊！咱咧细汉时阵定，咱人无需要。人伊即马伊也讲，我牛票我有通啊食偌济，调动啥？伊真正会当安尼做吗？那么其实真济失业人口，我睇下看，16.9呢，这有影惊人。这是2月底，啊若到5月、6月呢，这个情形。老师，你当描写这个上歹的情形是啥物？我们大概估了一下最差的情况。现在两会发布的时候，它是今年预估是12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那可是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已经超过1200万，1250万左右。所以光吸纳这些大学生都不够，你还没说
国中生、高中生转业失业的，你光大学生就不够了。然后我们有算一下哦，他们光外贸，我们这几天算了，光外贸企业，所有有外贸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它总共有聘雇了大概平均是776万人。所以如果像刚才老师说的，或新闻说的，今年的对美出口都全毁了，那么还会再增加将近800到1000万。然后我们常说有一个要特别要强调，中国说我们出口占 GDP 比例很小，大概2%、3%，不是，后面还有很大的庞大的关联企业，这个到最后出口，比如说富士康可能它不算外贸啊，可是它也是在做这一方面啊。哦，像 Fox 伊唔是外贸企业，所以伊甲算做国企。就国内企业做国内的嘛，它不用算到出口嘛。可是光富士康还养活多少人？还有其他相关的啊，中间材零组件的啊，他们也是为了这些外贸外国的做生意，所以这一块估计起来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大概当然像邱老师说的，我们都听到说中国人可以吃草，可是现在的小草基本上韭菜都不让你割，都躺平了。他们不反抗，可是他们做消极的抵抗。所以像主持人刚才有提到的，消费降级啊，我根本不消费，我干脆饿肚子，我跟国家去做抵抗。但是伊还佫讲，我会推出3000亿的国际刺激类似，要启动着以旧换新、新能源的补贴，即个类似的刺激，这种物件来刺激这个消费。一般情形正常国家，这应该是有效啦。这我唔敢讲这有效无效，老师你怎看？这其实我们在呼吁中国不要再做这件事。为什么？我们有算了一下哦，因为主持人我们都听到两会不是都扩大投资吗？我们抓了一下，2018年到2024年，它政府占社会的融资比例从个位数已经攀升到15%，国有企业从15% 降到7%，所以政府取的钱就这么多，政府拿走之后，国有企业没钱了，所以标准普尔说，今年的国有企业可能会有一波倒闭潮。那还没讲到民企，不倒闭，民企更惨，民企借不到钱，还要还钱，因为过去借的债，所以民企借不到钱。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说要保护民企？可他问题根本就在于国企政府把钱都借走了。政府的就收这钱去，然后又没有效率，因为他不是说要科技自主，要对抗美国，所以它的平均的高科技产值只有个位数，可是它的高科技投资是2位数成长，所以投资更没有效率，所以债越滚越大。在我们估一下，2021年到2024年5年间，大概成长1倍。这真紧呢。但是郭老师，伊唔是买真济美国国债，对，你就摕来买，紧转来紧来吸钱啊！这招够唔好，而且一石两鸟啊！这个中国中国持有的这个美国的国库券8000几亿美金，日本是1条几亿美金，所以进前这个关税战还未开始，开始的以后中国就威胁讲，我要甲美国的这个国库就甲你倒在市场，甲你扰乱嘛。其实美国无你惊啦，美国无你惊啦，因为你8000几亿你卖出来，美国叫你日本买一寡，台湾买一寡，德国买一寡，就甲你稀释掉。消化掉。伊卖出来对中国有一个足大的歹处。安怎讲？因为咱即马世界贸易的这个国家拢有这个 foreign reserve， 就是你要有这个存底啦，这个外汇存底就是你摕来印你国家的这个操作的本，爱担保嘛，所以担保品以前就是黄金嘛，再来就是你的这个证券，有价证券，
啊，有界证券内底世界共同认为上对美国国籍，吼啊，所以伊若甲这美国国籍啊摕来是就卖甲，互你卖甲完，互你卖3成就好，吼。阮来统计哈，伊若3成的话吼，譬如讲3尺，因为通常你发这个操作是1:20啦，哦1:20就准备率嘛，1:20，所以伊若是拍销1000亿美金的国债，啊你爱乘以20啊，就是变1000亿乘以20，哦，伊爱打销两条的人民票啦，啊所以你看伊会使卖偌济嘛。哦，啊你，所以伊就自相矛盾啊，中国就自相矛盾嘛。哦，啊伊这进无步退无路呢。对，好啊，所以伊进前嘛是讲有一条新闻讲，伊要甲坑喺美国的2000几亿的黄金，2000几吨的黄金，甲搬转来，对不对？啊你感觉美国敢会互伊搬黄金转去？这就变讲，伊要互国际知影讲。迄个开期就开战就好啊，搁搬。伊若对这条新闻出来以后。世界各国吼，认为你来看啊，黄金嘛无你国家呢，黄金搁你美国的手中咧，安尼你后头要安怎？你要甲人后啥物？对，你后头你就无这个准储备会使去发你的人民票嘛？啊，人民币，你若讲人民币，世界无讲啊，你人民币你就无偿还的空间，想要用你人民币，所以伊这个吼就是。要甲美元吼美金脱钩即个战略吼，即马会使宣布失败啦，吼，即马会使宣布已经无效啊，已经无效。来，王老师要补充2点，第一个是财政部已经说，今年各主要国家都是买债券的，买美债的，所以抛售都是个体小户。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是，可以问一下主持人，如果你中国把美债抛售，美国会不会生气？美国当然生气了，他就把它给像俄罗斯一样，把你封锁，不准使用美元。对啊，我不跟你交易啊。那你报了一大堆美元，你要创啥？而且会变大去。对，他就不能交易啊，就把你踢出美元系统。所以报了一大堆美元。这路可袂行哦，有天气啊，你安怎看？其实吼，这个情形对中国来讲已经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啦，吼。所以因即马用的就是看谁话较大声，因即马咧顶家己作用的。我去挡会掉，我不只挡会掉，我甲你讲，即马中国吼，拢干那一个口号，就是讲。咱统一台湾，咱就好个啊！咱统一台湾，咱就过关啊！嘿，所以对机场到所有重要的所在吼，拢拍这个口号，讲要统一台湾。所以姚北岛嘛是爱统一台湾，姚北岛这战机嘛是爱去台湾设保护咱这块土地。嘿，即马所有气氛拢是安尼，因即马拢用这个口号，用这个动作来家己讲，咱这个代志是咱的习近平。这个总理上重要的代志，所以因即马拢用这个工课，用这个口号吼，来话给全国的人民去听。所以这是算作是土匪啊法啦，对，抢钱、抢牛啊、抢查某安尼。但是伊所有的经济手段完全拢无效嘛。即马吼，其实伊真正是进无步退无路，伊对我拢讲吼，袂要紧。对美国这个外销，吼，不管是即马大概对17%爱降到超13%嘛，吼，甚至于搁较低。所以你看哦，对4月7日到即马已经两礼拜啊，中国要送出去的这个物件全部拢断掉咧，后壁会开始安那？后壁会开始工厂会倒，开始失业连锁反应就来就所有的。代志拢足严重的，包括你即马去看哦，北京、上海，你去看这个大都市吼，这个百货公司拢无人咧消费哦。这个谢金河即马讲吼，鼎泰丰本来是中国吼开10几间对无？逐工拢满爱摆咧，台湾即马去鼎泰丰嘛爱去摆咧咧。即马上海的鼎泰丰讲唔免啦，规间干那一道咧食饭。嘿，迄道可能是大商，还阁留伫遐，还阁开会起，去伫遐咧食饭。所以即摆情形实际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去台湾去中国佚佗的足侪团体吼，我要甲大家提醒哦。你若去参加迄个旅行团吼，即摆去中国吼，拢去用留去啥？
就去关咧消费，因为因足久无人来开钱啊。所以你去甲遐佚佗吼，一定要甲你关去迄个outlet啦，关去百货公司吼，甲你溜大条的。所以即马你若无真正有信任的自由行的团体吼，最容易去用拖去溜吼。所以即马即个情形，就是表示啥？表示讲社会已经开始乱啦，失业大家无饭通食的情形，因即马吼拢食泡面，那甘愿食泡面会当统一台湾嘛袂要紧。嘿，即马就是因国内即个气氛，所以即个气氛唔知会当拖偌久，因为即马习近平为什么爱去东南亚？因为伊即马囤伫遐的物件，爱想办法送出去啊。所以伊袂使全部拢想要出口转内销，因为出口转内销，国内的人嘛无钱通开，国内的人嘛买袂起。所以这物件开始会伫遐拼，吼，一下讲哦，抛售啦，抛售，即马吼可能3块5块100块的即个所有的这物件吼，本来是爱有这有影，我有看到这 APP 里面已经开始就俗面的物件，足俗的物件，即马吼物件送袂出去的吼，拢开始拍卖，甚至当做粪扫，你要爱就好啊。所以即个情形消费安尼开始厝嘛开始卖，因为我贷款拿袂起啊，吼所以才会经济社会所有的问题拢会出现。但是因即马拢暂时甲因国内的人讲，咱只要统一台湾，这代志拢无啊。这统一台湾这下厝咱才会讲吼。但是我咧讲经济手段之下，这个两只大象吼，咧相抬吼，咧相打，谁会得到益处？是这东南亚这小国家吗？越南吗？越南顶一厝赚了不少哦。这一摆跟我们去常常谈，伫线顶吼，柯老师，咱咧讲叫做转单效应啦。但是这摆要转单效应，唔是遐简单哦。这摆伊个要求你袂使甲伊中国来合作伙，你就要甲我合作伙，做一个连锁的哦。即所谓就是 yellow buckets。这个 green bucket， 咱绿色的桶放伫在内面，但是这马上有通啊组合起来吗？还是讲无？这现主时还佫有啥物方式？老师？这个川普吼，伊对这个中国大陆课关税课加145%的时阵吼，这个时间我开始注意一个美国的这个生意人，伊是加拿大的人啦，但是伊。谈美国谈中国大陆生意，伊谈中国大陆做生意做25年吼。伊是谈这个川普的 FaceTime， 就是川普的，你知影手机那 FaceTime 就是足亲密的朋友就对啦吼。伊叫做 Kevin O'Leary 吼。美国对中国课145%时，伊建议400% 的关税。他伊即马伫咧 CNN、Fox News 仍然建议讲爱对中国课400%，因为伊讲中国就是拢偷足侪美国的技术吼。到尾呢发展到这个245%，所以我无遐尼惊讶，因为这个时间我就是谈这个国外新闻看到这个人吼，伊咧讲伊个是算讲跟他川普做密切一个生意人吼。那我即摆预测啦吼，就是说即摆这个245%，佫今仔上新的。消息，这个 secondary tariff 规个将中国包围起来这个情况我感觉过来有2个国家较有可能获得转单一个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迄个谈判之后的越南我感觉这个越南，因为伊算足早去摕这个号码牌甲美国谈判，虽然讲最近习近平去甲拜访，但是我感觉越南这个因为台商足侪伫遐啦那伊即马来甲伊谈煞，伊讲确定无生产地问题的话，足侪物件佫是会对越南出货去美国。而且呢，除了即个之外，越南佫一个优势就是伊的即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率足悬的。就算你感觉讲即个美国市场袂当依赖，伊甲欧盟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讲伊嘛会使直接卖去中国大陆，所以即个国家会获利。另外一个我感觉较有可能是墨西哥，墨西哥为什么？因为这个白宫的这个文件有提到，就是讲墨西哥呢，伊只要符合这个
USMCA 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定，也是对这个对等关税豁免。所以呢，我即马我预测就讲今年啦因为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高关税应该有2个国家会当获得转单获利啦。一个就是东南亚的越南，那另外谈判之后，不是即马46%，当然是无啥获利机会。太淡好才有啦谈判之后的越南，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美洲的这个墨西哥。老师，咱台湾有通明哲保身无？咱台湾即马就是大家较烦恼的是这个台积电啦预测讲后边高阶制程2030年，但美国可能会有到30%这就是更咱较烦恼啦但是呢，其他譬如讲，咱即马就是配合这个美国啦咱个另外一个烦恼就是讲，美国唔知叫咱讲，咱这个短债要到期甲咱叫咱一定要落来换这个无息偿债这最近咱央行的总裁嘛出来呼吁讲，千万莫咧做啦所以讲咱这个时间咱就是较谨慎，咱较低调的咱拍较低的这咱莫出头啦，那人讲棒打出头鸟这个时间咱就较低调度过这个困难的这个挑战。是，感谢柯老师但是就柯老师他迄个回答，我来请教王老师因为这经济情形是动态，你水这边甲炸起来，伊就流去迄边，而且新的产业佫开始譬如讲 NVIDIA 甲 TSMC。佫要在美国要来投资甲相关的 AI 的物件，咱台湾的产业的前景，乃至到讲，咱其实已经甲中国已经脱甲差不多吧，还是讲无，咱也是佫游玩佫中间在佫真密切，这个中间在的这个密切性，有法度在这一摆，不管中国安怎后来是安怎谈安尼，有通好闪避。我们那主持人说的提到重点第一个，台湾的两岸贸易大概还从高峰的时候已经降到还是30%。那投资虽然降，可是降的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第一个长期来看，投资驱动贸易，所以未来的两岸贸易还是会持续降。可是要降到多少才够？其实川普说，中国制造的比例可能要。你类推嘛，大概就是2成以下所以我们还在降10%嘛。所以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补充是说，那转单效果当然就短期一定会有啦，因为大陆的产能来不及开。那后续台湾应该做的大概有2个方面。第一个，对外来讲，刚才邱老师已经讲到越南，可是我比较看好的，除了墨西哥之外，还有2个国家，第一个是印度，你可以看到对等关税对于印度的比例稍微就很低。另外一个是菲律宾，菲律宾跟中国关系也不好，所以我们就应该找跟中国不好、关系不好的，那才有可能是美国的嘛。所以我们应该去联合美国。敌人的敌人就是咱的朋友。对啊，联合美国或日本去更多的拓往印度、墨西哥、菲律宾。这是对外，那对内来讲的话，你要压缩，看起来策略它的趋势就是要压缩对美贸易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更多的是扶植服务业，因为你扶植制造业会被美国说你是补贴那你扶植内部的服务业就还好了吧？所以这也可以平衡所谓的产业的失衡嘛。否则工具机美乐说，你那个。台积电赚钱，结果我被打，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应该产业上面要平衡这就是国内的这政策要做调整。国内跟国外，国外的话要更加注意印度跟菲律宾，国内的话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台湾人爱去找这个机会啦，但是郭老师伊对关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难道美国拢安尼不动如山，拢安尼稳当当？拢袂有风险吗？伊嘛是风险真侪呢。是。老师的预测，伊未来的风险是啥物？尤其即马联准会，伊叫伊降，伊不爱甲伊降
这会降到上后尾，这两个搭起来，到时阵与这规盘棋了摇摇起来。联准会吼，这个美国的财务部长已经宣布讲，秋天要来 interview 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啊，意思讲啊，遮明啊，你著做到遮，后壁无你迄份啊。吼，因为即摆联准会主席伊著讲嘛，即美国安尼即关税吼，佫引起即个美国国内通膨嘛。吼啊，所以伊其实来讲的话，即摆即联准会主席嘛是8年前去互迄个川普甲救入来，啊，结果伊经历着即个拜登的这几期以后，伊就变讲无徛咧川普这边嘛，所以变讲伊即摆嘛是家己即个吼工课嘛强要失去吼。但是咱来讲的，就是讲咱即摆看，即摆讲的245%即个美国关税内底，伊主要是拍咧即个吼，即个尖头，吼拍尖的这所在。所以你去观察吼，毋是逐项的所有的对，毋是逐项拢扣较悬哦。所以咱拄仔咧讲就是讲。难道所有的这产品拢会刷去印度、刷去菲律宾、刷去这国家吗？我感觉哦，因为绝对无法紧，因为美国需求是一定拢伫遐，但是你这啊无这生产基地马上刷无法度，要起来哦，这可能爱10年、5年上紧5年，但是有一个国家咱拄仔讲吼，咱拢忽略掉日本。重新甲即个制造业搁扩大，我即摆讲的是高端的制造业，吼，高端的制造业啥？伊即摆吼，咱都话讲即个学名药啊啦，学名药啦，学名药美国的需求遮济，啊，即摆中国就掠条伊即条嘛，安尼我药啊袂卖你，哦，药啊袂卖你，但是伊就扣较关税，伊美国无你惊，但是印度嘛真够最优啊，叫印度、日本嘛足够的，啊，所以这。中间咱台湾嘛扣会着啊，因为咱这个制药啊，这个 capacity， 你 COVID-19 这几年拢够起来嘛，所以你怎讲转单效应？我感觉这转单效应哦，第一期台湾嘛有底分，台湾一定有底分，尤其吼，咱即马真济这美国的需求，伊要为中国切断，这就是回到以前咱讲的雁行理论，由亚洲由日本来带头，然后咧。台湾、韩国吼做第2坎，啊菲律宾才做第3坎，照无中国为世界工厂以前的这个世界秩序，回到这个，所以我感觉吼，这个川普脑筋内底想的是这个战略，回到有法度来美国来划水的简单吼，由亚洲的代理人就是由日本来，袂互你中国各大家介绍，是，难过支持。其实整体来讲吼，川普去年开始选举的时阵，大家就话讲，日本会结束过去失落的30年，啊，刷落来要失落30年的叫做中国，啊，但是中国人拢唔相信，因认为讲吼，中国这20几年发展到遮尔啊好。这是因即马是全世界贸易量上大的国家，所以因即马是第1名，所以第1名无可能遮尔啊紧就去互拍败，这是即马的即个情形。所以川普即马当选坐任到即马吼，这2个月开始，咱就看到伊遮的动作，就是要甲中国拍落去过去。日本的失落30年，要有中国落这30年，伊希望会当安尼做，因为伊感觉讲过去美国所重视、美国所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机会，拢去互中国摕去，吼，所以这个趋势，吼，这个方向是未改变的，所以川普即马就是讲，我要拍到看你动袂掉的时阵，家己甲我讲好，咱来见面，啊，所以即马大家拢咧要讲6月份。2个拢是6月份生日，是毋是会当坐落来讲吼？因为川普嘛是做善变的啊，要讲好啦，那安尼你敲一个电话给我就参你讲啦吼。这对伊来讲嘛是足简单的代志啦，所以就爱去拖到讲谁挡袂掉，但是川普一定挡会掉的是中国当时挡袂掉，吼，要甘愿敲一个电话讲，咱坐落来讲，若无伊就无法度个。但是尤先生，你头下所讲的说，伊要削到30年，你要彻底削落去30年，
一定爱甲压落底呢。但是中国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啊，真正在贸易也是工业的需求顶头，需求伊真济。吼，比如讲波音飞行机啦，哦，你买甲买波音飞行机，我看伊就要20几只都锁伫遐，但是。伊器材零件对中国来讲嘛是真重要。因这几年、这20几年的发展，吼，包括你讲华为啦，这个公司会当做甲这个程度，吼，包括你讲阿里巴巴会当去到遐甲发展甲因即卖这个数位支付遮尔啊高，都是上蔡崇信嘛，吼，啊，就是原来就是美国这个其实你讲 Intel 啦、高通啦，拢这个公司斗相共的嘛，哦，所以你中国无法度完全切断。即么伊就是伊无法度完全切断讲，我拢家己出口转内销，我家己自给自足，我中国家己有可能安尼活落去，是无可能啊。